来消息咯，咱个来看早起高雄凤山的凤翔路，因为自来水管破去，四界哦拢是水。有工人规起着坐伫涂骹，用身躯来挡水。目前哦路是先封起来，在抢修，等到明仔载才会开放通车。明明都无落雨，不过车路刷出很喷泉，阁有一个人坐伫涂骹，亲像要用身躯甲水挡起来。这是发生伫高雄凤青路段，由自来水管破去，佮加上工人无注意，地势过水涌出来，来造成车路拢是水。有民众表示，开车经过常常看到水直流，若车路积水，水嘛流去民众厝内底。今日才过要遇到食饭，看到讲，哎呦，海水流到安尼。那边一直漏水啊，然后水淹进来。这时候在扫水的时候，看到他们躺在那边做 SPA， 就很有趣而已。实际来到事件现场，水也是伫咧流。厂商表示，因为这路段水管伤旧，2工前水管就破去。在伊进行排水作业时，因为是卡带水管破去，较歹修理，等到早起水卡退才会当修补。即启动紧急灾害应变机制，除调阅相关的图资之外，并联系通知相关的管线单位，立即派员至现场确认所属的管线是安全无虞的。监委局表示，现场是自来水公司施工，应该要求水公司加强巡检，暗算22将水管修理好势，23就当通车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